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。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天在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妈，啊，你有看到友日无？我敢若胃肠都无看到伊安尼。哼哼，安那想到伊啊？友啊，昨打电话来，讲友日吼，昨暗走去找伊啦。伊去友啊遐要创啥？到厝内无温暖呐。什么意思啊？伊认为讲吼，你即马心内啦，只有面风巴肚内迄个囡仔尔，啊，有伊都无伊，啊，对你来讲，阁无要紧，所以伊就搬一出失踪记互你看。是讲安尼嘛好啦，唉，即马厝内气氛啊，也无介好，注意算注意工啊吼，会用的啦。啊，兄弟即马咧休寒啦，伊若要佚佗，就回去啦。哎哟，啊，你真是当作是三岁囡仔，出去算2工就无代志是？你嘛是爱互友日一个交代啊！莫逐项物件吼，拢赶紧要买互面风巴肚内迄个囡仔，你就是安尼，友日才会感觉你对伊吼拢凊凊彩彩的就跳过啦，认为你无公平，毋才会离开厝的。我毋是凊彩对待伊，我是无想要甲伊惩歹。卡说讲，互伊感觉安尼2项都会当得到好处，安尼以后无顺伊的意，伊是毋是就要甲我发生地啊？应该互伊，我拢会互伊，要毋过爱等伊读大学了后，即摆若是回搬出去，大学一直考袂调，死到你要翻头怪我讲，伤早甲伊买厝。我敢有叫你即马就买互伊啊？我是叫你这个老爸甲伊关心一下，安尼敢袂用诶？等伊感受到你这个老爸共款遐疼伊、遐爱伊、遐关心伊，伊早就转来啊啦！我对每一个囡仔拢真关心，要毋过因敢有珍惜。因要伫外口踮偌久，凊彩踮偌久，我拢无意见啦。伊就是平常时过了受好，才无聊到做这款代志。凡说回伫外口吃苦，以后都较会晓想啦。汉的在遐激气啦，啊大汉的在遮赌气啦，啊我即摆是安怎？我这个老孩是要安怎？无爱插你啦，随在恁啦，唉，连欠拖拢甲我作对。你会当阻止刑罚，互因袂当摕到订单，毋管你用啥物手段，我袂过问。好，办法我替你想，要毋过我500万。我会用互你500万，要毋过你会等我甲内调合约签好了后，你才会当摕到钱。500万，我到底要安怎赚？系啊，经理，系啊，搁安怎啦？咱要互内地看的建本，互鸟鼠甲我看，啊？经理，要安怎？即摆要安怎？经理，经理，创啥？你的手机啊一直亮。你个无用啊？哦。
个当。提案的时间就要到啊！你代志进行了啥款？我有在想办法啊。哦，想着什么办法？过来听看卖。我这几天吼，食袂好嘛，困袂去。我想真侪办法，也毋过拢无可能啊。我咧想吼，即个成功了后，我真歹保全家己，我总袂用为着甲你斗相共，我后半世人就安尼废掉啊。叶冠华，你顶个开喙甲我讨500万时阵，讲甲遐尔有把握，即摆安怎？开始找借口？好啦，我确实想无更较好的办法啦。迄500万我无爱啊，你家己想办法啦。莫无采时间啊！办法我想好啊，你只要做就好。足无聊诶，日子，我足无聊诶。你遮敢有电动会当耍？无，本来想讲点一工就好，结果即马爱拼较久诶。日子，你莫搁看电脑啊！你看这个可怜的小弟好无？我无看电脑，趁一寡钱，要安怎饲你这个假的人？就甲我当做卡停就好啊！我敢有伊歹饲？拢真麻烦，卡所以挡袂牢，你就转去。足歹诶，足恐怖诶，我足无聊诶。喂。哦好，对哩，找你。啥？紧接。喂，是啥？阿嬷，你哪会知我伫李记家？你当作我老糊涂啊？哈！你这好胆的呢！你甲卡廷两个人安尼串通，用离家出走要来骗人嘛？我看你一句无人拍皮的上哦。我哪有骗你啊？阿嬷，我甲你讲，等我心情恢复正常，我袂转去，你免苛刻我。哈哈，我无要苛刻你啊！你若无想要转来吼，想要住在遐，就做你住甲你欢喜为止啦。若是你无钱哦，唔通打电话给阿嬷哦，哈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家己想办法，知影无？哈，拜拜。喂，阿嬷。哈哈，你看啦，阿嬷敢若嘛无爱我转去的意思，敢讲直接要放杀我。日子，爸无疼，阿嬷无爱，日子阁足歹诶。我又阁伫要无聊甲要死啊！大哥，我有探听到詹姆斯的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之前我上班迄个银行啊，在新加坡有办事处，内底有一个同事哦，甲詹姆斯真好啊。伊甲我讲，詹姆斯吼上大兴趣就是逐礼拜六去 KTV 唱歌，唱歌真简单哦。对啊，真正足神奇的呢。虽然詹姆斯嘛爱车、爱手表、爱拍球，也毋过伊上爱的还是去唱歌。我保证，这消息连高彩迷拢唔知影啦。大哥，既然即马咱知影詹姆斯介意什么？安尼咱就对这下手啊，因为就带伊唱好到开，只要咱家按哪个好好，明仔载提案绝对过关。那只是带伊唱歌是真简单，阳光明仔载去9点就要提案，袂当算到上晚。大哥，你放心啦，这点我嘛探听过啊。詹姆斯酒量哦足歹，只要咱两个轮流甲灌，伊愈早拍落，咱就愈早回去啊。好啦，安尼你去安排者。好，我去订包厢。来，这间。袂歹哦，这间我介意。来，詹姆斯请。好，来，请。詹姆斯，等下要啉啥？啉点啥就啉啥。啊，好不行，开一支你店内上贵的 whisky。刘总监，今日这大风哦。无啦，你着唱甲较欢喜。好，无问题。叶经理，今天詹姆斯点歌。对啊，点歌。好，来，这款也袂歹。哦，这款我介意。
多谢你过去对兴华的照顾，嘛希望未来会当继续跟你合作。我敬你，别客气，干杯！干杯。哎，James，过来过来多谢啊！来，来，咱欢迎上赞的国王 James 为咱唱这条《放风吹》。哎，等下，哎唱之前搁啉一杯没问题，哎，唱了欢喜。没问题，来，兄弟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 10点之前爱结束。我知影。James， 这条我会晓，我跟你做伙唱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咱做伙唱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来，袂歹，今日真正足欢喜的，真个足欢喜的。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。哎，James， 后一条你的歌，守护你，守护你。我来，我唱。哎，James，哎咱做伙唱，做伙唱。来，你先唱。好。哎，两位啊，迄个冰甲无啊，我去摕冰甲。好，我来，卖伤久哦，卖伤久哦。紧等来，你先唱啊，你先唱来唱歌，来。好，James，你先唱。来，坚坚强的理由。哎，等我，就爱老虎啊！好，紧等来哦。好，马上就等来啊！迈的手有点颤抖。喂，高档，让我出来，刷落来。你要挂电话？你即马去211包厢。你把这药掺入去牛奶酒内底，互伊啉落去。哎，高档，刚讲你要叫我甲张玉莲偷死哦？放心啦，这药只是互伊好好困一醒。高档无啦，这，喂，高档，代志紧办好，阮伫遮等你啊。疼爱很清晰，来自于你。哎，我来。来，恁甲酒啉完啊？无等等你你哦。来啊！来，紧。安尼唔对啦，我讲爱老虎啊啉嘛对无？酒。哎，等者，哎，我来就好哈。我来替恁服务啦。来，紧的啦。哎，歹势啊！哎呀，你了解我哦，知影我介意这。哎，开酒。我来替大家服务者哈。来。来。哎，James，啊，你有想要食啥无？点者。拄食手瓜，巴肚嘛枵啊，来炒一款菜啊，或者是煎的哈。好，无问题。咸猪吧，咸猪吧，散吧。炒高丽菜。菜脯卵好无？好 ，OK， 菜脯卵。搁一个酥炸拼盘迄种。酥炸拼盘好，搁一个鸡脚。冠华，你咧创啥？哦，糖啊，落去啊啦！哎呦，食糖啊，买落去，笑死人啊！James，歹势，我去食白素。哦，来，哎，这里啊。白素。哎，大大行啦，手嘴啊。哎，瓜王，你敢要加点开条？好啊，那呢，我过来一条较嗨啊！遥控器在倒位啊？对家，遥控器，来，你点哈。好，哎，来，歌王点什么歌？哎，来，我点一条较嗨的，你哦，你连要唱啦，哦，等下做伙唱。来，哎，大哥，我跟你讲，咱先敬 James 一杯哈，哎，咱的提案一定互 James 满意，好不？来，多谢 James，这个真正麻烦你，阮兴华一定袂互你失望。哎，恁受客气啊啦，今日哦，多谢恁的招待啊，一杯啉完了后，咱就是兄弟啊，啊，
好，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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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大哥啊，你拢无啉，安尼詹姆斯会生气啦，紧啉啦。哦，兄弟，你袂当安尼，哎，好大好大啦！啉啉啉啉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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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奇怪，阿炳，陈总监，搁伫无闲哦？对啊，明仔早起9点要甲詹姆斯提案，我来检查资料，看有问题无？啊，这个提案最重要的，袂当出错，袂当出错。要有信心，咱一定会当摕到合约的。哦对啦，我靠后头总监伊拢无食，你敢知去倒位啊？哦，我知影，伊甲詹姆斯去 KTV 啊。哈？无怪伊拢无接电话，想要讲伊买来这套。不过，敢只有伊一个陪 James 去？还阁有叶经理。我就知。不过伊敢会啉伤济，明仔载若爬袂起来是要安怎？你还是敲电话提醒叶经理，莫互刘总监啉伤济。有啦，我拄则敲电话，叶经理讲一切拢真好，伊阁讲詹姆斯生了，哇，真嗨真欢喜，拢起起跳舞啊，叫咱免烦恼啦。好，你赶紧用较早等伊休困，明仔载才有开来休息。好，加油，等你有好消息咯。好，陈总监再见。来，让你杯，放风吹，袂摇的。你啉烧酒醉啊？放风吹，我可以当等你唱。我可以当唱这条台湾上红的放风吹。等下啊！来，我无酒醉，别等去啊！啊，这早啊！我说你哦，詹姆斯，你啉酒醉啊？哈？后盖再唱放风吹啊！先等去饭店好好休困啊！哈。大哥，送伊去这间饭店，我甲迄边的人拍过招呼啊，有人伫大厅等伊啊，哈。大哥，詹姆斯我已经甲伊送回去啊，敢爱我替你叫代驾？你无需要，你叫我先回去哦，安尼我就先回去啊，大哥。跟走。等下，你要甲伊带去倒位啊？恁听我讲啦，这是公共场所，敢是去真济，恁出入会互发现呐。这免你烦恼，我会处理。严哥啥？走啦！不是啊，拢8点外，张总监哪还未来啦？
咁确定？哦，伊讲等下应该会来。好啊，哎，民国今日袂歹，做引导啊，诶。够加油加油哦！好好好。早。阿表，你毋是早起要去提案，你哪个伫遮？我找无张总监，打电话嘛无接。哈？伊敢会是咧工厂？哟，啊喂，叶经理是无？我是阿敏。哦，安怎？叶经理，借问一下，恁昨是几点结束的？阮总监有啉酒醉无？伊有平安到厝无？我唔知影诶。张总监叫我先甲詹姆斯送上车，然后就叫我先走啊，然后我就走啊。啊？你若无确认伊敢有平安到厝，你上我甲伊送上车，你，哎呀啦！喂，喂，董事长，我是阿敏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张总监到即马拢还未来呢。安怎？伊还未去公司哦？我去看伊有伫无？等下甲你讲。好，多谢董事长。喂，董事长，伊无伫厝，车嘛无伫，伊毋过伊还未来公司呢。董事长，阮家内底约9点提案，即马伫要卖付啊。好。哦，好。李白，邓总监，你甲张总监毋是9点要甲 James 提案，拢几点啊？哪个伫遮？有代志要麻烦邓总监到三空，这是董事长的要求。哈？这是倒位啊？昨暗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苏是无去啊？手机也嘛无去啊？系啊，今麦几点啊？Hi James， 搁见面啊！我即摆准备了青春婚哦。OK， 我等你看你的表现，一定互你满意。都已经9点啊，兴怀人哪会还未出现？原本是安排阴性报告，刷落来才话恁。要若无，就先互阮笔互你报告啊，敢会啊？好啦，林心，卡祖兴华还未出现，表示因自动放弃。歹势，阮知道啊。来，甲恁介绍者，这位是兴华的陈文基总监。真歹势，阮张总监身体无爽快，所以今日提案由阮陈总监代表兴华向大家报告。张总监昨个好好，哪会今日就破病啊？搁安排一个我无熟悉的人来，感觉你兴华根本无甲内地当做一回事。无，绝对无这款代志，只是。你好，我是陈文琪。头一届见面就这么突然，确实有淡薄歹势。也毋过我会记得你甲军上的 Irene， 嘛是因为一个误会才熟识啊。你熟悉 Irene？ 对啊，我伫军上上班的时阵，甲伊是同事，伊负责业务，我管营销。后来我倒来兴华了，伊就做总经理啊。前一阵啊，佮甲伊讲到你，伊讲恁两个是伫上海一场品酒会熟识的。迄个时阵你无说你去磕着伊，结果酒破甲伊规领棍拢淡啊，伊搁掠准拄着猪哥咧。其实我迄是因为伊讲迄是一个误会，后来你搁背一领明白的棍，对无？你讲得对，
毕竟是我无说你家己军用垃圾，当然会歹势啊。所以美好的头一个见面，有可能拢是为一个意外开始的。真欢喜当识识你 ，James。你好，今仔日由我代表新华来甲你报告，我应该是排伫美好的头前的，对无？本来就是恁先。安尼，郭董，歹势，可能要先请恁出去。啥？来，阮的资料啊，资料。总干。总干。阿炳，提案结果啥款？无啥好。啊？咱无摕到下药啊？嘛毋是讲完全无摕到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讲较清楚好无？讲起来话头长啦，等公司正式宣布才讲啦。张总干嘛来啊？我先去关心者。我看是刷去啦。你到底是安怎？昨最敢毋知影人困伫路边上，有问题敢袂当打电话通知一下？手机落去啊！这无成立张友莲，昨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嘛无清楚啊！我是先就发现伫车顶，车停咧风高野外，锁匙无去啊！我想要敲互阿敏，连手机仔嘛无去啊！我咧山路行足久的，真无简单才查到计程车。拜托的，恁到底啉偌济当醉到安尼啊？我嘛无啉真济啊，也毋过毋知影为什么遮尔远。后来发生的代志嘛无清楚。我敢若会记迄冠华敢若有问我，敢爱替我叫代驾。另外咧，我想袂起来。对了，詹姆斯迄边，我去替你提案啊。结果咧？歹势，娇娇啊，董事长请两位总监去找伊。行啦，我迅速甲一报告结果。阮提案结束了后 ，James 马上甲内地的总管处开视讯会议，最后内地的决定是70%互美福利，30%互咱新华，而且咱负责红色甲荧光色的布料。所以咱来负责歹处理色水，安尼成本会增加足济呢。这是内地的决定。James 讲，假使咱无接收买当退出，美福利全部交落。文琪啊，你感觉这单敢要接？我建议也是接啦。假使咱完全退出，其他的品牌看到啊，会抓准是美福利做了比咱较好，内地才会全部互因。未来其他的品牌可能会一个一个走去。好，都接啦。你哪这么无势力啦？家己酒量无好，就要惨杀。搁再讲第二天早起，还有这么重要提案会议，若不是文琪出面斗相共，保掉迄30%，兴华几十年的名声就要毁在你的手头啊！是我咧工课出问题，我愿意担起所有的责任。阿正，张友莲从来唔捌因为啉酒耽误着工课的代志，而且美福利常常用拗步，我怀疑张友莲是互因陷害的。我已经叫冠华卫工人过来啊，昨个代志我毋是要吵清楚。礼拜，阿姐，找我。先坐了。哦。冠华，你昨暝甲友莲做伙。你甲规过程讲一遍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眼泪流下。
关华，你昨暝甲友莲做伙，你甲郭桂婷讲一遍。哦，昨我甲大哥陪詹姆斯去 KTV 唱歌，一开始大家拢唱了真欢喜，也毋过后来，大哥就啉酒醉，伫包厢内底困去。差不多10点外，我送詹姆斯去坐客运车，然后我就走。张友莲啉酒醉啊呢，你着家一个人等伫遐。昨我无陪大哥，我嘛真后悔啊。也毋过我有问伊，敢要叫我代驾，是大哥甲我讲免的。我嘛会记得冠华有问我这件代志。对啊，大哥叫我较早回去，我就回去啊。而且我惊生活回去，文林会烦恼。阿姐，你拢毋知影迄个詹姆斯外国啉的，迄高酒哦，一罐接一罐呢。莫讲是大哥啦，连我拢挡袂牢。昨我回去哦，倒落就困。若毋是文林哦，扶我去房间，我就要困客厅。你若是毋信哦，我即马就打电话给文林，我几点回去，做啥物代志，伊真清楚啊。免啊，你交代了真清楚啊。我听起来，都是有人家己啉酒醉的问题，甲什么美好利用奥步根本就无关系。是的啦，我毋知代志会变甲安尼。早知影，我就留落来陪大哥。你回去咧创啥？应该负责人也毋是你啊啦！你造成公司遮尔大的损失，我即马就当甲你开除。也毋过我安讲你是我的后生，我嘛想要替家己留面子。你想要做总经理，想要接班，这袂当因为你是我的后生，是阿嬷疼惜的大孙，就变做理所当然。我毋是袂当给你机会，也毋过你甲上重要的合约侮害去啊！这叫支持你阿嬷，也个我这做老爸是要安怎想啊？叫你加活练几年啊，硬要多强？好，你拢出去啦。阿姐啊，莫生气啦。大哥酒量无好，互詹姆斯安尼管，伊好啊，莫阁替友莲讲话啊！你嘛回去啦。哦。你即马要去佗？后来我想想诶，感觉无啥对。我连甲醉茫茫，哪有可能开车去红高窑啊？我也无去过啊。我想要去长的 KTV， 看敢有人看到发生啥物代志。敢要陪你去？毋免啊，你去无用。张总监应该无代志吼。哪有可能无代志？甲遮尔大合约侮害去，那我做是其他人，早就互开除啊！哈，有遮尔严重哦？也无加载哦，伊是董事长的后生，这个位应该还阁保会牢。也毋过伊伫董事长心内地位，应该会直直落。我是毋是因为最近运气歹，去影响到张总监啊？若无伊做代志遮尔认真，哪有可能出这款差错啦？我真正毋敢相信呢。本来想讲吼，趁摕到内地这个合约，会当请总监替我加薪升官。即马我莫去西天，我就阿弥陀佛啊啦！安尼张总监敢嘛会有代志啊？
这点做你放心，有人落去，都有人起哩。讲无定着，董事长过甲接班这个重要的责任，交互恁陈总监呢。老欣欣，恭喜你，你总算出头天啊！也毋过陈总监甲张总监遐尔好，安尼安排，因心肝内应该嘛足艰苦的。艰苦，加加就一2工尔啦。我感觉我以后还是要去巴结陈总监，安尼较有前途呢。你看，就亲像阮去提案，我感觉我甲陈总监安尼分工合作，哇，配合得真好呢。欣姊啊，你以后若是工课足济，你互我淡薄，我替你分担啊。上好是你食较歹啦，做你的代志啦。你问阮陪伊呢？又搁过关啊！我搁要开始无聊啊啦！丽姊，你敢有另外一台电脑会当借我拍电动？无，我电脑内底拢是重要的资料，哪有可能互你拍电动？哎哟，安尼我要创啥啦？我足无聊的，手机拢算完啊，无啥物好算的。我去翕相哦，这都慢点。我嘛要去。拄好，你应甲伊带走，较免搞了吵。我翕相介一个人，我无介人对啦。我袂惊了你，我会在边仔安安静静。也毋过我是去做工课啊，毋是去耍啊，无是要带一个人。你较乖咧，拜拜。哎呦，恁计惊！无聊到要死啊！这啥物奥所在，有够无聊的，我无聊到要死啊啦！丢友哩，你伫遮吵，我无法度专心做代志。你出去找个，借我1000块。哦，多谢李姊，李姊拜。你好，我是经理，有啥物代志？你好，我昨有来唱歌，带朋友来，然后啉酒醉，唔知影敢有人看到我是安怎离开的。我会记你。你讲你要驶车回去，阮一直甲你阻挡，佮问敢要替你叫代驾，你讲免啦。然后你就行出去啊，因为你的车无停伫阮的停车场，所以后来啥款我嘛唔知影。安尼，恁敢有伫包厢捡到我的手机啊？无呢，摒扫的人若有捡到，拢会摕来阮柜台遮。也毋过昨无捡到人客手机啊。好，借问者，敢方便看恁敢失去的影片？真歹势，因为阮非常重视人客的隐私，所以若是凊彩一个人走来讲要看敢失去，阮就互伊看，安尼生理就无法度做啊。也毋过，我建议你去报警。警察来调影片，阮拢有配合。无要紧，唔免啦，多谢。免客气。郭董，张先生来过啊。我拢照你交代讲啊。你讲要啉什么？coffee, tea or？ 叶经理，你这届真正做了真好呢。虽然也是互兴华摕到30%的订单，也毋过我看迄30%，因根本就是了钱咧做的，不如卖食。随在你啦，我任务完成，500万。1仙都无减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
我任务完成，500万。一仙都无减，轻轻松松就有500万呢，无欢喜哦。我轻松，我根本就无轻松。虽然我个张玉莲袂好，也毋过看伊互创空哦，我心内嘛袂得过。我这几工吼，紧张甲困袂去。假使真是互发现，我会互张家付出去。这是最后一届啊！我袂阁替你做伤害张家的代志。不要紧哦，假使张家无爱治你，安尼你会用来我的庇护咧。我感觉你真正是人才，是张家无眼光，因就应该甲我同款，好好重用你。煞去啦！咱以后莫阁联络啊！我详细想想的啊，阮某是张家的人，我根本无可能去你庇护咧。迄敢毋是林家兄？佮换西装？歹势，借问者，附近这问题倒位？歹势，我毋是台北人，无写清楚。哦，好，多谢。我转来啊！拄则看到的，敢要甲日子讲，林家兄专工换西装，甲水查某囡仔行做伙，看起来就足奇怪的。敢讲伊偷食？日子林家兄哪会常常去翕相？伊讲伊国外朋友来，想要写关系旅游的文章，所以找伊斗相共。哦，伊迄个朋友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？我无问呢。你哪无问？我问这创啥？我也毋是真正阿某，伊想要甲查某囡仔出去，我哪管会着？确实是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咧。你伫讲这创啥？对，我转来啊！哎呦，多谢。3个月转来啊！代志果然无单纯。恁会枵无？煮物件互恁食。才几点嘛？你就巴肚枵？毋是啊，我翕相足忝的呢。安尼爬悬落行，体力拢无啊，我强要枵死啊！哦，摕来。大小姐，我工课还未做完，我哪好意思甲人摕钱？我讲的是相片，我想要看你辛辛苦苦爬悬落起的相片，到底翕了偌水。我嘛要看。我是就是要摕互恁看啦，也毋过这是底片相机，毋是数位相机，这搁爱摕去店内洗出来才看会到。恁拢袂晓是无？安尼我就煮我的哦。也是水某大人想要食啥，我煮互你食。你神经病哦！冰箱阁有一堆凊饭，切一寡菜煮炒饭好。好，你替我切菜。我。水某大人紧的啦。来，哇，剩足济呢。唉，看你这安尼，明明就足介意林家兄。我若是甲伊讲林家兄偷食，伊敢会足受伤啊？迄敢毋是张友莲？伊边仔迄个查某囡仔是啥？看起来足面熟的。
迄个时阵，刘友莲拄甲初恋女朋友分手，伊迄个真正互伤甲足深的。伊逐工拢伫遐，哪听音乐哪唱。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，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。你对我创啥？我唔捌你，我对你创啥？啊，毋过我会记得你。水无代理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啊，起来这甜蜜的呢？你家己有安怎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